匈奴人呢，姓什么？现在的时代中姓什么？呼延啊，金啊，卜啊，刘啊，乔啊，曹操的曹呢？先讲刘了，再讲曹操的曹，然后呢，卜啊，金啊，卜卦的卜啊，金银铜铁的金啊，刘曹金卜，呼延啊，乔啊，呼吸的呼，延长寿命的延，是乔，大乔小乔，骄傲的骄没有马字旁那个骄。